咁啊，求其攞架車揸去新場，順便話俾你哋知個新場喺邊啦。哇！呢啲天氣開架車勁正。嗱，出咗我哋路口之後咧，就轉左咯，呢個路口。哇，勁爽啊！次次揸親呢架車出街咧，都勁高收視，好爽啊！呢架車。我揸佢出尖沙咀旺角㗎啦，其實勁開心啊！啲人見到。嗱，出到嚟路口咧，呢度有個燈位啦，呢個燈位就轉左。轉咗左之後，呢度係叫屏山輕鐵站。如果搭車嚟咧，就好似屏山輕鐵站行落去嘅，其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就第一個燈位就再轉左。哇！唔使2分鐘添啊，今次，因為全部綠燈，1分鐘搞掂。見到嘉安花園喺度，咁咧之後嘉安花園之後依個斜路一轉車落嚟就係㗎啦。呢個斜路其實好似好斜咁啊，但係我啲林寶堅尼啊、法拉利、法拉倫全部都落到嚟嘅，慢慢落咯，有升降避震升一升佢咯。嗱，落到落嚟之後咧，前面紅色嗰個倉就係我個倉啦。但係呢個新車場咧，強烈建議要預約咗先過嚟咯，係啦 ，PM 我或者 PM 公司，咁啊嚟之前要預約。呢個就我新車場啦。OK， 呢度全部啲車都係賣㗎，大家隨便睇下。依架12年 LP700 SVJ 63包圍，呢個靚啊！依個2字排保嘅啫，3萬公里，呢架車賣180幾萬。依家應該有人要咗啦，有個幸運兒，好靚啊！呢架車好好玩啊！依架575，賣緊60幾萬。有架 Hurricane， 依家賣緊120幾萬。跟住咧，呢度有架大牛，都係好靚嘅，依架150幾萬，2萬公里嘅啫。另外有架 SVJ 啦，依家賣緊300幾萬，8000公里。跟住有架720S， 又係3000公里，賣緊130幾萬，未出牌嘅。21年車，跟住介紹埋多2部麥拿倫啦。呢部 MSO 版650 MSO， 全球得1部嘅啫，賣緊160幾。咁隔離嗰部咧就新翻嘅12年嘅 MP4， 16000公里嘅咋，賣緊50幾萬。嗰度有2架 R34， 右邊嗰架出咗牌，咁就00年，賣緊230幾。依架咧未出牌，02年。V-Spec Tuner 版又係賣緊200幾，呢一部係 V-Spec 版，嗱嗰部係部 R35， 賣緊50幾萬，10年。呢度有5部 JDM 啦，依家 S2000 01年零手車啊 ，Liberty Walk 嘅包圍20零萬，好靚呢架車其實。咁有個 N 仔又係超級靚嘅，2字排保，1字排保添嘅。5萬幾公里，喺90幾萬，全車新嘅一樣。有架 RAR， 咁啊限量300部，要緊60幾，超級好揸噶。有部 Evolution 3， 20零萬咯，95年。咁啊有部 FTO 10萬蚊都唔使，未出牌嘅。跟住有2部雪佛蘭嘅 C8， 一部 2LT 嗌緊128。咁咧一部咧3LT 就嗌緊130，兩部都未出牌嘅。咁我啲價錢咧就包埋出牌嘅價錢，都好抵嘅。嗱，呢一架咧20年嘅 G63 大 G， 有巴拔士包圍，1字排保5萬公里，叫緊190幾萬，好靚呢架車，超級靚。咁啊，跟住呢架
93年嘅 Cayenne GTS 就叫緊128000，有晒包圍啊、Tiling 鮑魚啊、改晒喉啊、改晒成嘅。93年棍波6速 T 頂 Twin Turbo 嘅 Supra， 兩字排保10萬公里，嗌緊50幾萬，全香港應該得2架嘅啫。依架14年 Lotus Exige S 65萬包出牌，香港未出牌，好好玩㗎，好靚。哇！依架好靚啊！依架係1990年嘅 E30 M3 Evolution 3左軚嘅，不過就叫緊190幾萬，超級罕有嘅，全球限量600部。呢部 R8 21萬8， 08年有重改裝嘅，好靚，Tiling避震啊，乜都有嘅，好抵玩。跟住有部996 Turbo 棍波46萬8，就棍波橙色。全部廠 Service Record 都有㗎，之前呢個保養得好好，好靚啊！呢部 Trophy R 又係限量版啊！我哋公司好多限量版車，呢部係15年嘅 Megane Trophy R 限量250部嘅，咁嗌緊28萬8。呢架車係喺紐寶倫賽車場咧，係曾經砌低過 FK8 FL5嘅，佢個圈速好勁嘅呢架車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咁啊，呢度有另外一架棍波車好玩啦，就係 AE86，85年嘅 AE86， 嗌緊30幾萬。咁咧係零手啊，零手 keep 到而家，保養得好好。想介紹埋呢部2023年嘅911 992型號嘅 GT3 RS， 超級靚噶，行咗1100公里嘅啫，新車一樣。咁個客嗰陣時退過稅嘅，所以而家係冇稅嘅，而家未有稅，所以嗌緊250幾萬嘅啫，加埋稅要500幾萬，咁可以傾嘅。嗱，呢度所有車，如果而家就嚟新年啦，就嚟過年啦，大家有興趣，真係打個電話俾我，我會俾個好開心嘅優惠價俾你嘅，可以做到嘅一定做嘅。係啊，我最緊要大家開心買到靚車嘅啫。嗱，呢一架咧係10年嘅430 Scuderia， 呢架車咧2字排保19000公里，嗌緊190幾萬，好罕有，好值得珍藏嘅呢架車。跟住有一架咧12年嘅法拉利 FF 前置引擎，咁呢一架車咧就嗌緊90幾萬。呢架車咧其實零手到而家都係得兩個車主嘅啫，而家2字排保，行咗28000公里。呢一架咧又係另外一架 V12嘅法拉利跑車，呢架車咧09年到而家都係得一個車主，0字排保，而家行咗15000幾米嘅。呢架車有賽車凳啦、黑車黑籠啦，保養得十分之好，有廠記錄有成，咁嗌緊60幾萬，有興趣打嚟傾傾。我哋泰來車行咧，除咗超級跑車之外咧，有時都有啲豪華房車出售嘅，好似呢兩架咁啦，一架 Mulsanne 賓利，咁依家係11年嚟嘅，嗌緊60幾萬。咁另外有一架咧就係05年嘅 Maybach 62S， 呢架嗌緊80幾萬。睇啱嘅都可以打嚟傾傾，都可以打嚟坐下試下，大家傾下嘅。大家就睇完呢條片啦，係啦。咁睇完40-50架車，睇下有啲咩啱，就可以打俾我哋傾傾啦。咁我哋有 trade in 嘅，係啦，有 trade in， 有寄賣，係啦，有收斷，咁一定係符合到你哋嘅要求啊。咁啊，記住揾我哋啦，泰來車行，多謝。